行业改好食办呢，也个会做睇南门市场度有一间开业40年，作为2代人嘅老板店，头家王次粉推阿妹好多嘅好手艺，坚持品质，纯用手工来做，唔单止当天人会去买，更加还透过名路同好滋味分享本国多人。因为唔单止有卖白板、萝卜板、甜板也有，还有北埔客家传统嘅咸肉板，尤其过年过节天晚呢都买唔到嘅哟。故所几多老主顾会睇林天公4点，也点未要开门以前，都到门口去等呢。19只吹风风水吹，少气建重工所。行业度苗的时期，在红河度嘅也见饭店，调工用铁蛋就冇天，人工味无限切切。也见出嚟2台佢哋40lang年嘅老板店，动手动田嘅分享，就去見到眼界，當因為做成20百種，賺下會差半年客。除了發板、甜板也到，最小條嘅就係2隻鹹甜板呢。呀，伊個時間吼，按樣佢統一安尼，炸到佢安尼酥酥，哎，個酥那個酥嘅嗰種嘅口感出來，這下行我表現出嚟秘籍。豬油標沒有？豬油標咧，要用沙拉油絕對唔可以按標，哎，要標嘅時間佢嘅米，要黃色咧，已經開始呈金黃色。開始呈有那個金黃色。油葱酥老蝦米地方都別到油炒油酥，總得出火燒，時間老溫度而度度好，最每個老中午時間落來。咁我嘅豬肉唔是點過嘛？呀，我講嘅叫冷醃製啊，點米頭要上嘅時間，好。佢清我入米，你熟它嘞，它就不會入味了。料準備好過後，加入拌菜切入，唔容易去。調家講係用手，咋做得出腳感受到板更軟，做到啲最好嘅容呢。我媽媽嘅時間最係我哋因素切嘞，所以從細切到大。技巧是講要切的時間，係唔係講我要切煙韌，要隻板嚟吼，即係講要切個牛板，要米頭切落去，要個板醬，個龍嘅肉個料誒切落去吼。呢個是農藥沙皮是你哋要沒當好過，不說買一件豬肉當吃到當貴啊，吼。嘅豬肉啊，貴嘅東西，留到過年來做，安尼個鹹肉飯。故說安尼傳統嘅習慣習俗吼，就傳到下來。呢下當然唔是等到過年就是嚟到，你傳統嘅客家妹出接時也係見到叉叉，糯貝酥地度樣嘅口感，下那就清晰。能嘅料本搭好牛啊下都當滿足。肉飯呢嗰種嘅口味是我咪安尼吼講出安尼傳下來嘅。老時代40年前，我係細時嘅，你哋各位當艱苦，當辛苦。嘅樣子聽到阿媽媽吼，老時代嘅事出廠啦，行動內底啦，所以安尼開店過去啦，吼。辛苦過來，所以要得做肉飯、生肉飯，哦，只會想到媽媽辛苦一面。幫廚兵嘅家鋪係開麵店嘅，阿妹家義光復過後就開始做飯，所以對米嘅品質未當注意。我要堅持講用山水米，哦，醃製嘅山水米。哦，品質真好。之前我媽媽頭嘅傳統嚟嘅時間，要米，哦，
用的米一天要当坚持。不过，在土牙岛40几年班，只从出5点钟，作为时间长唔高，日头没有拉太。虽然会辛苦，可是人家做案多，迄全部都用的，莫讲强辛苦。所以我妈妈的精神这样高啊。最传统的方法，只要用树咯，也个钳的吼，也在已经开始安尼球土、软土出来，像按个糍粑用安尼，软土就出来，故说安尼制作得的。坚持阿妹嘅球妹，手工制作现做现卖，出上吹火都用的，还系是啦限量供应。老主顾冲头早晨4点开门之前就订定弄回来。因为这个传统的米食它是有传统的古法，没有办法说，像你工厂有防腐剂的大量生产，这个纯手工不放防腐剂的。所以说天中天卖。对，天中天卖啊，就是变成说有限量啊。当你打造刘志远就会到南庙市场去摆摊呢，透过都系卖本菜天意。也下经过苗路巷小、故事推购、送到覆盖服务领导，为天意美食来到苗栗传统嘅客家美食。因为我们的传统也是一个摊贩而已啊，所以说慢慢的就是一年比一年的进步这样子啊。好，到我们到今年就提升到有真空了。往年的话就是你们传统的啦，传统的没办法说做到它的。市场很大，用礼品的方式啦，用西点的方式去美化我们的传统的米食啊，给它有一种创新的那种产生一种礼品啊，对现在的新世纪的人啊，年轻人去喜爱这个传统米食啊。本单师弟头来点做。老板店改变行销方式过后，不下都已看到，坚持对阿妹女嘅传统好风味，未得到下度嘅肯定。也如喺1礼拜嘅客家新闻插枝，感谢大家嘅收看。今日海口係一隻好老化嘅客家莊，居民由一般國家如係客人咯。也多年來，海口鄉開始愛潛進客家認同，最近還請駐村藝術家來打造客家新鄉精彩一條街，打造新鄉後輩如有無窮用嘅故事。下禮拜六看下嚟看下先，我哋再會。